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关于着中度风台卡努继续在往台湾的北部海面来接近当中。那明仔下晡，风台中心会在台北的东北东的方向呢，大约300公里的海面上。那么气象局在今仔日已经发布了陆上的风台警报。那么也就是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以及着宜兰县个桃园县部分会受到影响。那么拜四拜五的雨会落甲较济，相关的情形嘛继续来锁定咱第二台。那么继续啦，咱来继续来关心。那么你敢有注意到晶片大战到底较早是安怎如何呢？事实上，晶片大战也未煞。你禁运设备，我唔惊。因为我做成熟的制定的晶片，做甲互你敢若食毒品来叫我阿爹。那么袂使，美国的商务部长来发出声，讲要研究进一步要来电死中国，互伊拍底搭伫涂骹。那美国的大公司敢有同款的心情？今仔日3位专家好好来讨论。那么首先，咱来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亞洲大學資訊工程系講座教授王光彩。大家好，各位觀眾好，主持人好。那麼第二位資深的科技顧問張金玉張老師。你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三位原地大學 EMBA 教授高仁山高教授。各位觀眾朋友平安安安。那么是安怎？咱今仔日要来讨論這呢？事實上，這在媒體上開始有這個發聲。雖然一個小小的新聞，但是值得大家來注意。也就是美國對着中國來實施先進晶片的出口管制了後，根據着中國海關的數據來顯示，確實對着中國的科技業來造成了壓力。那麼這陣呢，這陣又風聲講。歐美的官員慢慢開始暗算要來管制所謂的成熟制定的晶片。美國去年宣布對中國實施先進制定晶片出口管制，小連續的制裁對中國科技業造成壓力。根據中國政府海關數據顯示，今年1月到6月，半導體進口額一年減22%，晶片製造設備進口一年減23%，延續去年落降趨勢。不過，美國對中國佇先進制定的管制，互中國投入大量資金補貼成熟制定，即陣也引起歐盟甲美國官員咧煩惱，驚中國大量生產成熟晶片，用較低價小廠市，顛倒會控制市場。有風聲指出，歐盟甲美國官員當咧討論要安怎反制中國。毋過同時陣，台積電美國廠煞去拄着困境。We are encountering certain challenges. As there is an insufficient amount of skilled workers with those specialized expertise required for equipment installation in a semiconductor-grade facility. 台積電伫第二季法人說明會宣布，因為欠人才，增加美國建廠難度，使奈米量產時程確定對2024年延到2025年。现阶段其实就会比较缺乏在安装设置相关的一些设备的专业人才，那所以在这一方面其实也凸显整个要实行就是各国在地化的一个生产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个难题。不過，這個講法卻引起Arizona建築業工會會長批評台積電咧找借口。台積電就近服務客戶是毋是對全球布局有利，值得繼續觀察。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國甲西方對中國廠成熟制定市場造成的經濟甲安全的驚嚇，是毋是對台灣半導體生產出口有利，也受到關注。記者綜合報道。咱睇看這新聞大，感覺講，他拄仔你講的，敢若無佇新聞在內呢？真正的新聞敢若是台積電佇美國的建廠去互工人的工會來抗議。事實上真正的新聞是也未發生，但是開始有警覺。首先，我來請教到這個校長到底這個美國乃至到世界各國對着中國的這晶片制裁有發生作用無？這頭一個問題。第二個是講，哇，伊即擺來驚講伊個成熟的制程
伊若加入了导弹，啊，佮用中国真厉害的补贴，一直甲你补贴，补甲互你大补贴吼，变做世界上俗，大家了靠袂着一定甲买，敢若食鸦片安尼，到时阵佫来缩限起来，所以美国人即马开始来惊，哦，这两项代志，校长你来。OK， 这个晶片这个市场吼，啊，甲这个需求吼，其实是有几啊层啦吼，有较高级的层，像讲做计算用的吼，还是高速计算，还是讲这个 AI 吼，这款的物件，这拢较高级的。啊，嘛有较低级的，低级的就是讲像讲咱的家电用的吼，还是讲生活上足侪迄个 sensor、迄个传感器用的吼，迄款拢较低级，迄其实是会足侪的。啊，所以各种的这个拢需要这个制作啦吼，啊，无一定逐项拢爱伫高级的制定，有的较低级的制定就会使吼。所以中国有伊的市场，甲有伊的机会，尤其伫这个这个像讲你这个家电用啦吼，车用啦，车用会较高级一撮，但是车用会使较大粒吼，啊，甲笔电用啦吼，物联网这拢较低级的吼，这应该是。伫中国制作啊，中国的需求，因为即马规个即个家电产品，足侪拢是因迄边的公司做的嘛，吼，台湾几乎拢差不多无。这无法度，所以这无法度，所以这一定会往迄边吼。啊，当然较惊就是讲，这物件是毋是会来用作军事用途？吼，军事用途对世界这个所谓这个平衡吼，啊，这个安全这有影响。美国去惊是这个，啊，那做民生用，这大家拢应该会当理解。我相信美国嘛真理解这点吼，啊，所以这就分无共款阶级，啊，要cut到做一个程度，伫卖互中国做，到一个程度中国迄边会使做，吼，啊，中国做对大家嘛有好处嘛，俗物件就是做，啊，就是用。但是即马听起来是讲惊伊吼，你拢靠烧，上后尾你突然之间甲它缩起来呢，敢若对咱的农产品讲，所以美国的商务部长哈，伊咪 Gina Raimondo 伊嘛讲，嘿，咱即马袂使，咱要好好来研究。校长，你认为这是好的策略吗？那有的因的大口价就讲，咱安尼来一直安尼单方面哦，一直甲控制了后，会反弹起来，你感觉？啊，这是中国的一般一直来拢是伊的策略，就是讲伊甲你变俗化，啊，甲你互你大家拢倒了，变做伊唯一吼独家。啊，这款策略其实全世界爱有法度甲制裁，譬如讲 WTO 就甲退出倒啊嘛。伊无 WTO， 伊就无迄个优惠伫遐吼，顶有足侪有法度甲重组。啊，过来就是讲，美国原来开始伫世界其他的所在开始做半导体，像讲印度，哦，有可能印尼，有可能中南美嘛会使做迄个裸眼的物件，迄人巧嘛足侪嘛吼。啊，佮后摆愈来愈自动化，你就是讲爱有每一项拢一定爱有2件以上，安尼你就较有保障，毋免惊讲。哦，敢若互中国去风险化，对。但是会付气啊，袂付气啊！即马大家赶紧要用啊呢，一直都爱钱落去甲中国买。我看这吼图表顶头吼，我看伊的出口吼，佫成长0.1%呢，吼啊，晶片的进口吼，应该落超过23%，这会看到。咱因为甲禁运啦，吼啊，政府的补贴吼，补甲吼超过121亿人民币，但是5000多间啊倒闭，对，倒打去。哦，这当然一定有真侪风险伫遐啦，吼。哈，这款无法度讲你完全甲禁止嘛，吼。啊，中国的策略，伊嘛算讲前几年以来，吼，莫讲前几年，可能前10年以来都用这款策略，伫真侪产业拢安尼做法，吼。所以伊有成功的迄款甜头。要搁继续安尼做，咱遮的民主社会联盟爱有法度甲主动即个爱防止即款的风险吼。啊，所以即马慢慢，你像讲，当然即马毋是干那因咧做，即马像讲台湾吼，啊个开搬去东南亚嘛，真侪咧半导体产业吼。啊，即马过来就是讲印度、印尼，印度即马是后摆一个真大的市场吼。所以有可能会使甲阻挡即款的迄款侵略的方式安尼啦吼，啊，所以大家爱搁想办法，这可能一种政策，美国政府原来有伫咧想。但是一时半刻可能无法度马上来接起来吼。无法度啦，这一定就是爱一步一步来吼。啊，但是美国已经其实想足多年啊啦，哦，毋是今仔日咧做这代志，毋是今仔日开始想，早4-5年前，其实奥巴马时代都有咧注意这点啊啦。啊是到这个川普的时代开始有震荡吼。
拜登佫继续安尼吼，所以变做就讲即个趋势变做一个局势安尼吼，安尼行诶。这个袂回头的啦吼。张老师，你感觉咧？其实咱若照安尼来讲吼，其实监督单校长讲的部分哦，其实美国因的策略其实是会愈来，伊毋是咱即马看到较开始，其实进前已经做过足侪诶工课，也是做过足侪分析的部分。就亲像咱一开始，咱若讲到美中的所谓即个半导体即个战争、半导体即个战争的部分开始，伊一开始看到哦，伊个讲的所谓先进的晶片、先进的制定，吼，一开始讲较快，啊，慢慢愈来愈严格，啊，过愈来愈低愈硬，而且愈来愈具体，吼，我要建啥物物件，建啥物物件，拢足清楚的哦。所以，互大家就知影讲，哦，伊慢慢愈来愈熟，愈来愈熟。同款的即个部分，即马其实伊为虾米即件代志，即马咱较看会到，其实之前伊就开始有啊，因为其实伫去年底的时阵，中国嘛知影讲，哦。美国接来的，就是一定是愈来愈严格、愈来愈缩条的、缩严的。啊，所以其实伊伫去年伊嘛开始讲啊，伊接下来有31座的成熟的迄个制定的这个半导体厂的这工厂，吼，伫2024年的时阵会当量产。嘿，会当量产，所以咱即马在讨论的即个部分，就亲像平人讲的，是即马看起来无遮尔明显，啊，毋过伫24年的时阵，伊就愈来愈即个物件，就咱来看到即个问题点，因为31座的迄个晶圆厂、半导体厂，伊也开始量产的部分，即个时阵的量，伊会当提供的即个量就非常济。到时阵即个大家即马咧烦恼的问题就讲，我量遮尔济，啊，我补贴搁遮尔济。我的成本会当讲实在是真正是免钱的，我卖偌济，迄拢是趁的。啊，这个部分要安怎互全世界其他的公司安尼来变做公平的竞争？所以你有同意头先校长所讲WTO 内面爱做啥物工课？是，咱若讲所谓这个所谓回到商业规模上来讲，伊本身的应该有伊的所谓这个制裁有规矩嘛，有伊的规矩在。啊，即马看起来就是讲，可能即个部分无遐尼速度，可能无遐尼紧，也是即中间有一寡大家搁在桥，也是啥物货的问题。所以美国感觉讲即个速度袂使，我只要用我政治的即个手段来处理即个部分。啊，当然伊的讲法嘛是所谓讲，你有可能从我即个晶片应用伫。所以咱拄仔讲的民生的部分、消费的部分，迄本身就正常的，迄袂要紧，迄无问题。啊，毋过你嘛有可能从我这晶片摕来改啊，摕来改，还是直接用伫你国防，还是所谓军事用的部分，这就大家较烦恼的所在。啊，其实美国因即马嘛开始在收集这资料，要安怎讲？到时阵咱咧讲的即马这成熟的制定的部分，伊要安怎画这条线？啥物货的部分？我可以当竞技力来用伫即个军事的部分，但是伊即摆嘛面对着因国内一寡大头家来甲因讲，你这唔当金甲安尼。我先来请教着高老师吼，头拄两位拢讲 WTO 敢有通处理这？啊，美国人感觉讲这伤慢啊，我来用政治手段先来铲甲你切落去。为 WTO 的方式来处理吼困难。因为啥？因为从为迄个杜哈回合一直到即马吼，拢无法度无进展，单出一个成果来。因为 WTO 是迄个是大家拢爱同意嘛，伊才有法度处理。啊，中国因来去发动一个讲伊反对，啊，大家就免讲啊。这内底佫有一个真蹊跷的所在啦吼，因为中国咧 WTO 内底即马佫是咱讲叫做迄个开发中的国家啦，因即马佫享受优惠，所以美国甲日本啊、甲加拿大、甲德国一直咧 push 讲会使迄个中国应该会使取去伊迄个开发中国家的优惠，所以你家看开发中的国家有多少有法度生产半导体？啊，你讲你有法度生产半导体，你讲你家己是开发中国家，你是已开发国家嘛，对不对？所以这是
这是一个问题。无啦，伊又讲我远看像欧洲啊，近看像非洲啦，所以我是开发中的国家。是啊。伊要安尼，甲你钱你嘛无法度呢。对啊，所以讲美国你 WTO 内底吼，定定你甲中国冤家吼，其实拢是较落惨啦。因为吼中国人侪。伊有法度派几啊千个人去研究 WTO， 去研究伊的对手。美国人工贵，伊即使你 APEC， 我定你参与 APEC 嘛是啊。中国伊一个集团派一个30-40个、50-60个去，对毋对？伊有迄个coco会使安尼舞啊。啊，咱加集团哦4-5个哦，就是转来搁爱报回零基钱吼，啊搁爱叫靠东靠西，啊出去搁干那会使用日资费偌济，咱规定足济，中国遐无啥物规定，中国伊认为吼要去使人要去运作啊，伊就敢开。因这叫做集中精力办大事啊。是啊，吼啊，所以我是认为吼，美国吼要进伊的迄个成熟制成吼，其实是甲迄个咱讲即马产业链吼，产业链要脱钩吼有足大的关系吼，因为拄仔两位老师拢有讲过嘛吼，因为即马咱讲先进以下就是应该说14啦、28啦，这吼这应用大部分拢是非军事应用。大部分啦吼，啊，因为以前中国就是世界工厂啊，所有世界这生产这咱讲3C 的产品啦吼，这3C 产品拢伫遐。啊，即马你若讲吼，你要禁伊，啊，就这3C 产品就拢免生产啦，吼，是那有法度，你讲有法度，你先脱钩，有脱钩出来，吼，咱即马看成熟制成一定会。对这产业链来耍，哦，譬如讲，即马美洲上大的供应链的集中第二代，你墨西哥，所以我就认为讲墨西哥一定会有即个咱讲成熟半导体的一个制造基地伫遐。哦，所以慢慢，但是他做校长也讲，慢慢耍，这个耍无法紧嘛，尤其大家想讲要来去印度设厂了，就惊。哦，印度人足够食人，这毋是歧视啦。吼，真侪要去设工厂的人讲，因遐有物件吼，足侪奇卡的代志。这头一个问题就是讲，咱这个晶片，他拄仔校长也讲有高阶层的、中阶层的，还有低层的。到底美国若从此以后开始对着这个成熟的制定开始做制裁以后，这会切伤，这敢会去伤到咱台湾？校长，你感觉？当然，你若对这个规个产业链的下游来讲，好，当然有好处，啊嘛有伤着，嘿，哦，尤其你即马若规个拢切掉，啊，咱台湾生产出来晶片无法度卖去中国，中国迄市场嘛足大啊，哦，你袂使讲啊，中国这市场我就甲放弃啊，哦，啊，你无力去，别人力去，你就输人去啊嘛，哦，啊，所以迄个市场也阁爱维持一个程度。当然，这程度互因进步，莫遐紧安尼，吼。啊，这是目前我相信世界各国还是甲美国以为主的，这个拢有一个考虑讲，要彻底倒位落去。讲我要互你即只马食袂大，但是唔爱互你死，安尼，这安真困难呢。啊是讲，我想要偌大的市场，啊你甲我切一半安尼，大概就是讲画巴拉吉嘛，吼。啊，互相会当。咱中国敢唔通画巴拉吉？毋是，中国发巴拉紧，即民主社会家己发巴拉紧。美国啦，主要民主社会就是美国主导。美国啦最重。啊，你厂商，你像讲足侪厂商讲，咱你都爱袂使安尼禁吼。啊，美国政府就是发巴拉紧讲，啊无要切到倒位安尼吼。啊，所以毋则前较早安尼，对14 nanometer， 爱切即摆切到28，后摆有毋知切到倒位毋知影吼。啊，这当然会搁甲规个晶片的技术。原来有关系，像讲即卖晶片的技术就有 chiplet 嘛，吼 ，chiplet 就是讲你规个晶片会使有无共款的 component， 吼，迄个零组件会使，迄个 chiplet 会使用无共款的制成斗来斗去，吼，啊，这当然甲封装嘛有关系嘛，吼，啊，这个时阵你就会使某一部分伫遐做，某一部分伫遐做，啊，你斗起来时阵你就会当有产生这个无共款的应用的市场安尼，吼，啊，所以有足侪会使去变通的安尼啦。啊！你规个拢要甲禁掉，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因嘛是真聪明的，啊，一个真大的市场伫遐，有足侪人，你所有迄个坑拢会破去啦，哦。
啊，但是就是讲免啊做到一个程度，就是讲大家拢会当凭一个伫生存伫即个供应链内底安尼。咱就知影讲一条新闻的高通吼，对2022年啊，对乌名单吼，中芯国际提供20%的销售的额度。但美国在成熟市场来制裁吼，可能高通就随着死呢。是不是安尼，张老师？是因为像美国伊伫进前是因为咱所谓的通讯5G 的部分，一开始是华为嘛，啊这相关的部分，伊迄就是足具体，就是讲，我发现讲你这物件真正是用伫公司的，所以迄就无话讲，所以伊就真正会当一刀就是安尼切落。啊，半导体伊这就是范围足宽。啊，伊的应用呢，为大部分看到的，就是咱所谓民生消费电子的部分。啊，伊中国就是为的拄当讲的，我这个晶片，我会当做消费用的，我嘛会当拿来做军事用的。我要买的时候，我甲你讲，我是要倒伫电脑内底。啊，结果买转来了，我甲你偷倒伫啥物武器顶管，还是啥物军事系统顶管，这就足歹讲的。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讲，美国也是伊即摆会制裁的部分，要安怎慢慢去看去画出来这条线。所以这个部分，因为你也全部禁止，就亲像校长讲的，因为全世界这是一个系统，咱会从一寡家电类吼，也是车用的这个部分，这拢算成熟的制定的部分。你袂当讲全部禁掉，啊无你变成讲你全部禁掉，你变成讲你后摆车用，咱即摆大家拢在用电动车，爱晶片，迄内底的系统要。大家拢无，安尼就足麻烦的。是，那我要请教一个问题，就是高老师吼，你对你 APEC 嘅经验来看，贸易的手段、谈判的手段，吼，有通对中国来产生着作用，这是头一个。第二个是讲民主联盟，吼，包括日本人真听美国人的话哦，讲7月31号开始，你一寡机械要做这半导体的机械，7月31號開始禁運，我就無賣你啊！我真聽話，這算作唔是貿易手段啦吼。但是從此以後，大家是尤其是像韓國人，韓國人伊的這個貿易的利益，吼，甲中國是安尼牽切切安尼，咁有可能？透過談判的手段講，無你就較做好心的，這地你就莫甲伊做，迄地你就愛甲我做，安怎？甲中國談判吼，迄是足困難的代誌啦吼。而且咱講伊談判以後，伊敢會遵守伊的內容吼，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啦。吼，我是認為講吼，咱你迄個世界即個貿易協定內底吼。因攏講迄個對因有利的啦吼，中國攏對因有利的即項咧做啦吼，啊對別人吼不利的吼，因攏袂講啦，啊，這我感覺這是國際上的現實啦，吼，你遊戲規則就是安尼定嘛，啊因嘛足夠算這遊戲規則的，吼，所以美國摕伊無法度嘛是安尼啊。吼，啊，咱拄仔你問講吼，即個為7月31號，吼，31開始禁嘛，吼，其實美國要做即個動作進前，吼，已經甲所有半導體的供應鏈頂頭遮吼幾個大國，包括荷蘭，吼，包括日本，包括因美國本土迄，NEM 甲這幾個吼，即大的迄個機台供應商攏講好啊，吼，已經是。布局好，伊再去做這個開始做動作。所以就是講7月31進前，你就發現講中國大量的訂單吼，要訂迄成熟製成的機台訂單，吼，你7月31號以前咯已經發出去啊，吼，吼，漲2成咧，比過年來講，掃貨，吼，伊重點是吼，伊要迄個 DUV 嘛。吼 ，EUV 伊絕對無啦 ，DUV 吼，荷蘭甲8月底才開始禁，才開始禁，所以呢，伊閣有小可時間會開去市場頂頭掃貨，吼啊。另外，我要補充一點來講，咱講成就製成吼，起廠啊，然後就會使做嘛，其實無遐簡單，吼，因為咱台灣過去來講的話，半導體吼，咱是一腳步一腳步安尼咧行，咱嘛毋是講哦，你有一個有錢啊，我就買土地啊，迄個機台買入來就會使開始
无遐简单，因为半导体制成内底上重要的是迄个数据，吼，你机器爱校正，吼，你无校正，吼，无校正，你买新的机器来拢无效，你遐开足侪时间，尤其是吼，你迄个咱讲迄个精密的机器，到最后你要吼自动化你生产的时阵，你毋是讲机器买来落来，所以拄啊咱讲台积电刘德英常爱讲，迄个 Phoenix 遐迄个熟练工吼，迄个有技术的，才人无够，因为这有技术的，就是以前你台积电内底迄个吼调教的吼，你调这个机器的迄精度的遐工人，遐工无较好去训练，伊遐爱吼足长的时间去训练出来，才有法度去安这机器。所以伊个刘德英伊的意思是安尼，吼啊拄啊咱讲迄个迄当地工会咯，伊吼误解啦，误解讲啊你拢用恁的，对啊，伊就误解嘛，叫是恁拢要为台湾来食嘛，吼啊恁就无，我认为讲吼台积电吼，伊无甲伊讲清楚啦，是这个人的用途。所以老师，那照你安尼讲起来，中国要做这个成熟制定，敢有遮简单？无遮简单，但是吼。给伊时间，伊也是做会出来。哦，给伊时间才会做出来。校长，你敢唔认为安尼？就是讲，伊要有数据，爱安怎啊真实，但是成熟的制定应该有一般。咱咧讲吼，台积电上厉害，我所知啊，我读喺文章顶下讲，台积电的物件唔是通好，互你 copy exactly。吼，拢是爱透过经验，爱透过人的 in human factor 去创造安尼真焦转。但是中国的这成熟制定来讲，敢有通安尼啊？所以在这4、5冬之内，伊大量的量产啊，真成功啊，迈向全世界的市场。这个分成2部分吼，一部分你要爱有这个经验，吼，中国上老就是欧人嘛，爱来伊就来到咱台湾亲门大户来，甲你一家都甲你学啊，对吧？甚至就大家做就好啊。大家安尼远端都可以做啊，慢慢甲你请到迄边去就会使做啊。中国上后就是啥？毋是偷，就是甲你骗，无甲你抢。哦，这上后啊，你也无法度啊。哦，啊，所以毋是讲干那讲即个，所以当然伊有伊的办法，咱拢应该爱。所以我的问题受善良啊。无，咱都爱防范嘛。这社会无拢干那好人，一定有无共款的一边的人，有乌就有白啦，吼。什么情形拢有共款这边问题，所以咱要来防范这个是咱家己爱有一个制度去阻挡这款的物件，吼。所以中国伊嘛足聪明的人，吼，对不？伊的人嘛是算讲有真多，伊人口佫多，啊佫有教育，吼，伊教育算袂歹，吼，所以伊有这个知识人基础有这基础伫吼。啊，但是这款物件毋是干那讲读书读得出来，这个生活的迄款自由度。会产生无共款的结果，所以你共款一个物件，共款2边落去做，美国的人做会出来，啊，中国人不一定做会出来。哦，因为迄个民主的迄个概念无共款，迄训练出来创新无共款，所以像那美国人还是讲欧洲的人，哦，甲咱台湾嘛是共款啦。咱像那到咱都拢无无啥物诺贝尔奖得主啊，像咱做袂出来，因为咱的教育就是较死板嘛。啊，中国嘛是共款吼，啊，所以有伊个无共款的做法吼，所以咱嘛毋免伤惊啦吼。啊，但是就讲伫这民主联盟内底，一定有一套方式，允许咱伫咧参加竞争。啊，当然竞争会赢会输嘛。啊，但是咱若有赢的迄个比率，赢的迄个机会较大，咱就是继续行往前走，毋免惊讲遐会去互会抢去，一定拢有的物件，你免去做出来吼。啊，所以中国是。伊一定会共款足认真去咧行这条路，啊！但是民主社会要行较紧，行较紧。这半导体这制成吼，其实有一点就是讲，你阵讲较早苏联的时阵吼，我有一个朋友，迄阵这个朋友是原来咱台湾人吼，伊较早做卖 PC 的时阵，咱拢卖美国吼，迄阵卖 component 去美国组装卖 PC， 拢赚15%以上啊，对吧？啊！但是我这朋友吼，拢敢若卖共产国家。哦。哦，啊！你共产国家就一个问题，就是讲，伊物件卖去了，啊，你钱摕袂出来，啊，就义务，啊，无就在遐投资，所以苏俄的第2大半导体厂，伊占70%。哇！
无所以我去的时阵，迄阵拢交代啊真好势安尼吼。啊，但是问题是讲啊，双湖放落去时阵，伊迄6寸的，啊，你6寸的要upgrade去8寸的，你都爱有足侪投资啊，无钱啊，无钱，迄就变怎歹铁啊。哇！所以迄个，毋是讲你即摆讲28 nanometer， 你即摆会有可能你3、4年以后，28根本就做出来无人要买啊。是，就无去啊。系啊，你就爱变做14啊，偌济安尼啊，对无？尤其咱台湾即摆拢咧做3 nanometer、3纳米、2纳米、1.5纳米，对无？迄一直走去的时阵，咱若良率搁较好的时阵，这都根本就无效嘅，无竞争力啦。哦，所以嘛免惊，咱就是讲往前走，啊，有即个。国际迄个规个大家团队。你讲这个故事真有启示呢，吼！伊去共产国家，结果这个完全变废地啊！对啊，无效去啊！因为你都无钱通搁起，因为你要搁起一个半导体产业是一条这 capital intensive 大资金的产业啊！你看咱起一个厂，爱几百亿嘅才有法度啊！但是有另外一方面，我唔知影问这个问题是毋对的。譬如说联电呐，伊就规矩讲好。你咧收先进的制定吼，我这个啊废弃啊大投资，我规矩来做成熟的制定，我稳啊做，好啊做啊 post pen 我就啊赚真济，嘛有这种想法。有啦，当然，因为这个社会就是逐种一人做一行啦，一人做一人啊，大家拢有生存的空间嘛吼。啊，你要安怎足聪明去家己伫这个空间，你会当生存，这就是你赢面的所在嘛。是，张老师，其实我小可补充一下，就是讲咱拄来讲联电的部分，伊虽然做成熟的制定的部分，啊，毋过伊是做成熟的制定的部分内底的特殊的。哦，做高门独市的。对，我做特殊的，所以伊的利润也是伊的客户，特别黑白走，特别讲我今日搭地较俗，我就走过地，伊就较袂。所以伊的部分，伊虽然讲，因为讲我先进的部分，当初伊就是所谓金元双雄的时代，啊，过后来就感觉讲，我要继续做咧先进的，这真正伤开钱啊！安尼我就维持伫即个所谓即个成熟的部分就好啊。啊，问题就是讲，伊嘛是选伊特殊的即个利基市场地的，伊是选讲，我所谓较特殊制成的部分，有人欢呼的，有人注文的啦。所以就是讲客户的，我是针对你这个客户来做的部分啊，所以我针对你客户做的部分，自然你特别较，你都袂黑白走去，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亲像拄啊校长讲的部分，咱所一直咧讲的先进，甲所谓成熟的即个制定的部分，伊其实是一个动态的，伊其实是一个动态，一个观念，因为咱即摆在讲的就是讲，美国伊嘛是一直咧调这条线，啊，咱所谓咧讲的讲，咱拄当问的即个问题就是讲，有可能讲有法度完全禁止啊，互中国大陆无法度学，也是无法度开发。这其实是足难的，因为你搁安怎，你搁安怎官方的所谓甲禁止起来，伊嘛是当招数有诶无诶，各种方法。而且咱亲像讲的，我买的时候我讲我是要民生消费用的，商业用的，这无问题，不要紧啊。啊，所以问题我嘛毋知伊到底安怎用。所以其实咱尤其咱这属于伫技术较领先者，咱应该有的一个观念是讲，我相信。所谓咱台湾的半导体的厂，也是厂商，嘛是有这个观念，就是讲，大家是做愈来愈做先进。我后壁不要紧，你慢慢有你的管道，也是你不管什么方法，你慢慢学去不要紧，也是你学去不要紧。我继续做愈来愈先进的物件，互你永远无法度学，也是互你要跨越这个门槛，愈来愈悬。啊，所以你嘛是，你就只要一直靠我这个部分。所以这个。概念就是讲，我持续开发做新的制定、新的部分，啊，我有我固定的这个客户，啊，我有我特定的这个所谓这个生存的这个niche点安尼。是，我要来请教高教授吼，延续头下这个话题，就是讲，在美国吼7月17号啦，讲好啥呢？这 NVIDIA 啦，吼，啊，搁这个 Intel 啦，啊，这Quantum 啦，吼，即个美国的前几代即晶片公司的执行长哦，去甲 Blinken 来见面啦，讲吼，你唔通哦，对安尼中国啊地下案哦，我嘛会受损害啦。是美国的国防的策略，吼，乃至到甲因的商业，咱看下差不多一年这半冬3冬以来吼，这3冬以来，应该是高度来结合啊，但是。即马尤其佫
佫开始佫要选举啊。民主党甲共和党对着即个国防、国安啊甲贸易，尤其即种大公司的头家，那叫咱台湾看到哦，这大头家来甲我讲，什么三会来甲我讲，我可能要添一下算法，我是毋是会来改变？对啊，所以即个足好耍的吼。你咱几年前咱就讲即个大头家啦吼，不管你商总啦吼、工总啦吼、三大商会，头去找总统嘛，甲总统讲啊，你落去开放服务贸易嘛，是不是？所以咱才就讲这以商逼政，对不对？这个步数中共足够做的，足够用的，吼，唔是干那用咱台湾，用你美国，用你日本，吼，用你这一带一路国家，以商逼政啊，吼，因为咧，咱民主国家的政治是安尼，吼，政治你需要去募款才有法度去选举，对不对？所以呢，中共真够用这种步数来讲，伊去影响这商人，吼，我互商人利益嘛，吼，伊拢安怎讲，我一人甲你开1块，你就趁甲变过，是毋是？自以前甲即马，中共拢共款用即个步数，是看用喺台湾，用喺美国，用喺美国，伊共款讲啊，我就市场遮互你做嘛，对毋对？啊，你去影响人，吼，啊，你若无法度影响，阮就市场无爱互你嘛。所以你共看，不管你 NVIDIA 啊，吼，还是 Intel 吼，还是遮吼，因大家拢还是搁看到中国嘅市场，吼，中国嘅市场无法度袂个，因为占20%，占因公司嘅营收20%，这20%你。为这先进市场要积出20%是偌困难，对毋对？啊，这20%这现食就有啊呢，现食就有，因当然嘛无法度放弃中国的这个市场嘛。这就讲美国的吼，这大战略。是这安尼，中国就免啥甲游说，伊就知影讲里头伫遮，伊就去甲布林肯讲呢。是啊，所以美国吼，这大战略，伊爱家己去衡量，就是讲你到底是要这个关卡。吼，你要吼啉一个，一摆互不多去，一摆互过。无我感觉吼，以共产党的战略吼，因的这咱讲不要脸战略啊，永远拢赢美国啦，永远赢美国啊，因为这是为人性的作战啊，人性的作战，伊毋是甲你讲规矩啦，用人性来甲你拼好倒。所以咱讲科技一定源自于人性嘛。一定源自人性，所以讲我感觉讲美国吼，伊若是讲即摆要放松去，虽然啊，咱台湾短期内底吼，伊若是放松，咱嘛是有些利头，但是长远来讲，我认为对台湾是不利的。是，我回头来问校长吼，初一开始节目开始，讲校长就问我讲，咱要讲正面的，讲负面的，讲我讲啥物拢会使讲。咱美国的即个策略吼，咱即摆会当看出来。就是讲，伊就是要斩断，啊要去风险化，伊嘛无讲要脱钩啊，吼，伊嘛知影，因为各方各面的即个压力拢会来啊。譬如讲，因的即半导体的即个协会，伊讲吼，恁的范围啊，有当伤宽啦，伤模糊啦，吼，有当是呢大方面的来管制，咱管制伊也无管制咱，吼，啊有减损着美国的即半导体的迄个实力，也竞争产业，嘛会吼把这供应链的拍断。相信美国人安尼讲，咱台湾嘛是有小可受损。咱这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要调整骹步，尤其你像，咱就看这个新闻，台积电要去甲美国就水土不服，吼，这中间咱爱忍受差几冬，啊，这产业，尤其我最近佫看了一条新闻，早起我才甲请教张老师，哦。这超导体吼，开始讲会当常温开始会当做超导体，这对着产业的革新，也是讲咱要安怎看待这项代志。咱当然咱真简单的对这个国防吼，啊对着这个国家安全的角度来一看，就讲就来安尼。但是咱做生意人爱真正实际来铺排嘛，咱想这件代志。我先讲这个台积电去美国讲水土不服啦，哈。我个人因为我伫美国做过代志，所以我有一寡无共款的想法。是，其实我无认为迄是水土不服啦。啊，迄是一种美国这个民主社会，
这民主社会你做啥物代志，拢会伫遐咧吵来吵去嘛，拢有意见啦，拢有意见嘛。啊，尤其美国有工会，咱遮无工会，有工会就是啥？你逐项拢啊通过我工会的做法啦，你若无你就袂使，啊，伊一定爱出来抗议的啊，对无？啊，你无抗议，伊就工会就徛袂在啊，无人要加入工会啊。吼，所以你无论安怎做，拢伊啊，但是你从台积电的角度，你甲美国的关系就是讲，你会使互我进口偌济。无共款有技术的人，你个才有法度做较紧。啊，伊若有迄个 quota， 伊就会使去做遐代志啊。哦，啊，工会一定是甲你主动的啊。所以这是来来去去，所以毋免听讲遮迄新闻，啊，就大家拢足紧张的，什物水土不服，袂啦，台积电嘛一定足熬的吼。啊，你即个伫美国社会本来就是两种无共款的文化嘛，吼。啊，即个文化咱都要去适应迄款文化，所以新闻有当时啊，袂使干那看一面，爱看较全面。咱的记者，咱的报道吼，爱较全面来看吼，安尼对咱台湾的迄个规个全世界迄个视野较健康啊，对，吼，所以也袂咧，逐来再看伊讲要安怎做。啊，当然台积电嘛还佫咧做一寡较技术的物件，像讲要安怎互工程佫较侪自动化。吼，啊后摆用较少人，吼，还是讲较自动的，会当家己修复啥安尼，还是讲一寡知识会当远端来操作就好啊，无一定爱去遐，即马人拢爱操作啊。我常常咧问讲，台积电51厂会盖在哪里？51厂，我毋知即马到第几厂啦吼。但是我的意思是讲，有可能问较硬气，有50个厂，有可能是起伫个球面顶啊。哦，啊，你人嘛免去直接做到啊，迄digital twin对无？数位孪生都会使直接控制就是啊，啊，伫个面顶都迄个无尘室啊，搁迄个真空啊，对无？真空迄个环境都真好是安尼吼，所以有真侪会使，像讲迄个Elon Musk要去到马去啊，对无吼？所以有一寡未来会使去想的步骤，当然无要紧啦吼。啊，但是校长你安尼讲，我心情加足好个安尼。人类就有希望的啦。对，就是讲，你都要往正面去想嘛吼。啊，当然遮有一寡问题，一定有人都有人事的问题嘛。啊，有人事有社会问题，你都要去解决安尼吼，去甲，咱所谓 EQ 真重要，毋是干那讲啊，伫遐咧。所以咱台湾其实已经即摆大家拢足习惯安尼吵来吵去嘛吼。你看迄集进党咧做，啊，迄毋是非集进党就开始黑白甲你吵，吼，有诶也吵，无诶也吵，毋对诶甲你吵，吼，黑白骗诶嘛甲你吵，吼。啊，但是咱有法度生存伫遮，咱知影讲要哪去判断是非，尤其即摆新的技术，即个 ChatGPT 出来，大家拢讲 ChatGPT 无讲足正确的嘛，对吧？所以后摆，但是伊内底知识足多啊，所以后摆囡仔学出来就是讲要哪去判断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是正确的，这是咱后摆训练的教育爱训练的一寡迄个重要所在。啊，若讲转来讲，先因的成绩制定哦，你感觉中国？即摆目前整个伊经济形势嘛无讲介好，伊一直补贴即个成绩的制定。头拄张老师也讲，即成绩制定是动态呢。啊，伊咧补贴补到上后尾可能3号当了，补了无效，所以卖袂出去。敢有种可能？伊的国家的体制啊，甲即经济策略，你感觉即安尼敢对，还是毋对？还是讲伊无可选择，伊必须要安尼做？这中国这个补助这部分，这是因一向的一种策略啦，吼。啊，但是因补助足侪拢贪污去啊，作假去啊，吼。所以迄嘛是一个因素。啊，当然毋是大家拢贪污作假，有诶嘛真正赚钱啊，吼。所以伊嘛有真成功的部分，所以袂使甲忽视讲中国一直补助落去，产生对这个世界影响。吼啊，所以咱原来爱有理解迄部分啊，啥物物件要用伊的补助来做一部分，啥物物件咱爱 keep 咱家己的迄个技术啊，要哪往前前进啊，要哪甲整合起来吼。所以这技术就会一直进步，所以chip类就是一种即款做法。吼啊，咱台湾为着要做chip类，就开始改这个，因为毋是干那做晶片尔，封装。所以咱台湾嘛是足用的啊，对无？咱嘛是世界头前的啊，吼啊，所以封装的技术嘛是咱遮，毋是干那遐。哦，所以咱台湾有足多厂商想要去遐开封装，嘛是一种，就是一种机会啦，吼啊，生理人就是安尼，倒位有机会就去倒位安尼。嘿，对。张老师，你先甲咱观众朋友小姐即科普者吼，封装到底是什么概念安尼？我若讲较早咧讲的，就是讲。咱晶片就是迄个乌色的迄片，
啊，台积电伫顶悬安尼做足侪层，这个足复杂的电路，伊有法度从一个差不多1公分1公分，差不多咱整架哦，这个大细内底放100-200亿的一个电子零件吼，这咱叫做电晶体，已经内底有100-200亿以上的这个电晶体伫内底，所以伊就是伫这个晶圆顶悬做足复杂的制定，这台积电做的部分。啊，我做了后，我是一片顶悬的一粒，啊，晶内底伊是足脆弱的，我啊伫遮一片无细机下落，可能就像迄玻璃安尼，就规个破了。会花去。所以咱做出来了，咱这晶片内底，我着爱搁啊切做一粒了后，我无可能就安尼甲伊杀做伫地底用，我爱先甲伊做保护。所以我保护内底就是讲，就是讲，咱一般就是乌色的，咱看到迄 IC 拢是乌色的，即个壳，迄是塑胶，乌色的壳，嘿，迄是塑胶，嘿，像迄塑胶吼，迄就是封装，迄就是传统的封装。塑胶粒仔迄种。粒仔啊，伊这个粒仔的部分就是甲封起来，从我内底晶片伫内底，啊，我塑胶甲封起来。我是咪就较无水，无气，无迄个空气啊，嘿，啊嘛袂讲啊，遐哩无细机6月就破去，拢甲伊保护掉的，这就是传统的封装的部分。啊，毋过即马就是咱即马咧讲的，就是讲所谓先进封装，为虾米变成讲是所谓台积电咧做，三星咧做，啊，甲 Intel 咧做的原因，就是因为咱原底较早大家咧讲的，就是这摩尔定律的部分，就是讲我原底晶片咧，哦。一代，我的这个电晶体的密度拢愈来愈密集，愈来愈悬啊！啊，我原底大家的想法就是我揪啊，吼，甲伊缩小起来就好啊。啊，问题就是即马做甲所谓不管是5奈米、3奈米、2奈米了，我发现讲我要甲伊缩小，这个困难度愈来愈悬，啊，就回到讲啊，无归去安尼，我就是原底是，干那这个平面要缩小尔，我即马有法度。甲伊变成是3D 的结构，塔起来的结构。我有法度塔起来，啊，我唔免，我就用原底5奈米嘛会使啊，哦，用原底7奈米嘛会使啊。免讲往小的方向来行。小是一个方向，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为悬的方向起来，甲塔起来。这是三星因咧创的啦。台积电嘛是咧做。台积电啊，开始咧用。咱做的就是咧做所谓3D 封装，啊，这3D 封装所谓就是先进封装的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呢，较原底较传统的一寡，咱讲封装厂，吼，像日月光也是视频，因做的就是咱讲的就是乌色的这塑胶这个封条，甲迄个，因一开始要跨入这个门槛较悬，所以一开始做先进封装是台积电，吼，也是遮晶圆厂做的。啊，毋过呢，因日月光因这嘛是慢慢进步，嘛是开始学啊，所以变成讲我所谓。伊嘛开始拢有一寡所谓先进封装的部分，伊嘛是开始跨入这个部分。啊，台积电就是进前就是讲所谓 CoWoS 哦，咱讲这最热门的 AI 这个部分，最热门的技术。啊，台积电哇，这单伤济，啊无我就放一寡部分。做袂起啊！嘿，我伤过满啦，啊过我规去我就放一寡较迄个技术门槛较低部分。较低层的。哦，先互这个日月光因遮来做，啊，大家拢有单，大家拢订单，大家拢有当赚到钱，哦。这个部分就是咱即马所谓台湾半导体的部分，所以咱讲唔是讲干那晶片制造的部分，啊，佮其他产业链咱规个产业链的部分，其实台湾是串做伙，所以这就是咱为什么咱的台湾半导体这么强的原因。所以，校长，我加问一个问题，所以咱这护国神山吼，唔是一座山啊，尔是规座，敢会当安尼想？咱的台湾岛，哈，哦。这个中央山脉安尼，哈，哦，对头前，头前包括做 IC 设计，哦，这嘛是一个足大的领域，啊，再过来做晶圆，啊，再过来做封装，啊，过来做软体的应用。你看台积电过来后摆要做的是啥？拢做足侪软体。你若看迄个 NVD 啊，嘛是真侪是拢软体啊，对无？啊，这个 AMD 去买迄个 Xilinx，哦，迄个 FPGA。伊即马伊的迄个当主长即马是 AMD 的迄个 president 是啊，伊主导是规个 AMD 的软体，他现在那个事业群叫做软体事业群，所以这规个拢爱做伙，才有法度成功。所以毋是干那讲哦，我买机器来啊，当做就会使。做技能哥共款。
所以上好要请教郭老师吼，咱在这个贸易战争也好，晶片的战争也好，看起来这贸易的抢单已经是拢行无效啊。所以这个张忠谋去到美国才会讲说，无这个全球化啦，完全无全球化。乃至到讲，他多校长还是张老师咧讲，咱台湾在整个因为晶片所带动这产业。咱应该按照正确来看咱台湾的贸易关系甲中国咧。真久以前我看过一本册内底伊写讲吼，世界吼合久必分啊，分久必合啊。啊，就是以前咱讲吼，这个全球化就合嘛，大家合嘛，合到最后就开始冤家嘛。为啥？你利益无好分嘛，吼。啊，所有的这世界工厂拢集中你。中国利益遮大，结果所有的国家拢失业啊！哦，这真济就是讲全球化的过程，即种产生真济咱讲外部效应啦、外部效益啦，吼，这是咱人类当初无法度去设想的，吼。因为商人就是安尼，我要紧，我要趁钱，我就紧做，我无要顾后壁，哦，我袂想到后壁去，所以真济在吼，像讲咱即马你讲吼，咱咧碳中和嘛，对毋对？哦，碳中和，咱2050年进前，台湾要做甲迄个碳中和，但是你开始想，敢有可能？哦，敢有可能？做无够啊！伊即马咱即马吼，2023年开始做到2050年，真困难呐，真困难啊！大家拢爱配合才有可能。啊，这我30年前咱敢有想到遐？想甲讲，今仔日自然会来反扑到咱身躯顶头，无嘛，无人想安尼嘛，塑胶粒仔就做落啊嘛，吼，工厂起落嘛，啊，反正你要安尼排放就是恁兜代志啊，吼，反正你莫互掠着就对啊，吼，啊，最后拢是转来甲咱身躯中上，所以咱讲起来讲吼，全球化的贸易产生真济这个歹处，就是为即马开始，搁回到非全球化的年代，就是张忠谋所讲的。全球化已死嘛，已经死啊，所以变讲所有大家就讲啊，咱回到咱以前安尼，毋是较好吗？所以这产业链，大家切一地拢要搬转去因国家，汽车的产业链搬转去德国，所以德国要甲台积电扭过嘛，所以我要家己有我汽车的产业链，但是我无半导体是袂使的，你就爱来我遮，日本嘛是啊，日本要顾伊的汽车产业链，要顾伊的山西的产品。伊嘛是爱有半导体才有法度，所以你家去观察讲，台积电为啥要起一个 R&D 中心，7000人诶，喂，7000人的研发中心诶，你基本上你就先起一个工研院啦嘛，非常小可呢。而且呢，工研院是所有的题目拢各行各业的。伊是我敢若专精半导体啊，世界你看有倒一个国家有这个能量有法度集中7000人。落去研发先进的半导体，无，而且伊讲吼，你家斟酌听，讲伊即马开始研发，伊是要瞄准20年以后的，就是伊台积电的布局已经看到20年以后是啥物程度，我爱即马就开始做到迄时阵，所以我真同意拄仔黄老师你讲嘛，黄校长你讲嘛，其实台湾即有牛的人足济啦，咱讲天佑台湾嘛，其实。真济遮个牛人已经看到未来世界是啥物情况，所以咱即马就开始做，就免惊爱讲这会互抢去，袂互抢去，因为拢搁咧研究啊，除非伊来偷伊来抢，除非台湾去互中国拍，若是无战争的话，我相信啊，台湾你半导体顶头的研发会贡献全世界，所以我认为讲和平上重要啦，和平上重要。好的，但是我压我一个问题呢，就是讲，咱一直讲半导体，台湾除了半导体以外产业，还有其他什么希望，值得咱大家来关注，而且来用心。尤其咱即摆囡仔人囡仔开始咧读册时阵，咱敢若毋是甲讲你来去台积电做其他有啥物行业，而且是讲其他什么领域，然后大家来注意。当然，半导体即摆是上大的一个热门的题目啦，但是你都爱看世界伫咧投资的是啥？趋势。第二项即摆足多投资的，就是伫医疗嘛。咱即摆是咧讲正常的人，
我唔知影恁祖先即摆活，恁阿公阿嬷活到几岁啦吼？咱即摆村恁大家拢会使期待讲活到120岁啦。食120，咱前较早就有啊，但是即摆就是讲食120是正常的。啊，咧做研究，老师咧做研究是要啥？食150。已经无共款的吼，所以就是讲，迄个生命的迄个周期内底，你看你食120，啊你60、70岁退休了，你搁遐侪年，啊你要创啥？所以迄生活的迄个品质，毋是干那讲社会即个社交吼、social 对无吼？心理上的对无？啊，佮 biological 的，佮足侪项的，你拢爱有法度影响到咱的生活对无？啊，咱住伫即个内底，咱空气逐项拢爱足舒服的啊，对无？毋是干那人啊，后摆机器人嘛是咱的迄个伙伴啊。哦，你像讲即摆足侪迄个影片出来讲，下底食老啊，你过年过节恁囝后生恁孙拢袂转来，哎啊，袂转来伊就送一个礼物互你啊，啊，这礼物一开开就是一个机器人造出来，甲你扫大。